耶穌在猶太人前自辯下，抨擊猶太人無信。耶穌喺猶太宗教領袖前自辯，並列舉4個見證，但係佢哋仍然唔接受，所以耶穌跟住要抨擊猶太宗教領袖，拒絕佢。我不求人的光榮，而且我認得你們，知道在你們內沒有天主的愛情。尋求別人嘅讚賞或者光榮，等於脫離天主而享受虛榮。渴求喺天主以外擁有任何東西，都會妨礙人接受天主喺基督內嘅恩賜。耶穌指出，喺猶太宗教領袖之內沒有天主的愛情。天主的愛情可能指第一，天主對人類嘅愛，咁顯示人如果要認出同埋接受耶穌，心中必定要存留天主嘅愛，就好似存留天主嘅話一樣。第二，人對天主嘅愛，上文3章19節表明，人唔愛天主係因為人愛黑暗甚於光明。我因我父的名而來，你們卻不接納我。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來，你們反而接納他。你們既然彼此尋求光榮，而不尋求出於唯一天主的光榮，你們怎麼能相信我呢？按先知嘅傳統，因父的名而來的係指真先知，因自己的名而來的就係指假先知。猶太宗教領袖接受咗冒天主嘅召叫而嚟嘅假基督，佢哋抗拒將自己嘅生命奉獻俾天主，亦都唔尋求天主嘅光榮。相反，佢哋彼此尋求光榮。出谷紀記載，梅瑟曾經尋求唯一的天主嘅光榮，並且獲得天主嘅恩賜。耶穌喺字裏行間以梅瑟為猶太人嘅模範。耶穌面前嘅呢一群猶太宗教領袖，以忠於梅瑟之名而拒絕相信耶穌。諷刺嘅係，正係梅瑟同佢所寫嘅為耶穌作證嘅經典，要控告呢一啲猶太人唔信耶穌呢一個罪名。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們，有一位控告你們的，就是你們所寄望的梅瑟。若是你們相信梅瑟，必會相信我，因為他是指着我而寫的。如果你們不相信他所寫的，怎麼會相信我的話呢？梅瑟將生命嘅法律傳報俾猶太人，因此猶太人寄望梅瑟亦都會喺天主面前為佢哋辯護同埋幫助佢哋。就好似昔日以民拜金牛之後，梅瑟曾經為佢哋祈求同埋贖罪。但係耶穌喺呢一度指出，情況剛啱相反，梅瑟要擔當控告者，指證佢哋既唔信梅瑟，亦都唔信耶穌。梅瑟所寫嘅經典就係證據啦。耶穌話梅瑟是指着我而寫的，呢一句話可以係籠統嘅講法，意思係耶穌滿全咗舊約。若望福音表明，猶太人嘅法律或者宗教禮規都已經過時，都已經被耶穌取代，但係猶太人嘅經典仍然保持佢嘅效力，作耶穌基督嘅見證。猶太人自詡係梅瑟嘅追隨者，但係佢哋點解冇接受梅瑟所寫的見證，相信耶穌的話？梅瑟所寫的同耶穌的話兩重對比，反映咗部分原因。第一，梅瑟同耶穌嘅對比，為猶太人，梅瑟嘅權威至高無上，佢哋如果要接納耶穌嘅權威超過梅瑟，必須克服極大嘅心理障礙。第二，聖經同埋耶穌嘅言論嘅對比，梅瑟所寫嘅經典有深厚嘅傳統，被尊崇為聖經，即係神聖嘅經典。相反，耶穌喺當時嘅猶太人眼中，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師傅。為呢啲猶太人，佢嘅講話當然唔可以同佢哋嘅聖經相提並論咯。所以猶太人好難接受耶穌，相信佢。
耶穌喺45至47節對猶太人嘅譴責相當嚴厲，對比對觀福音所講，耶穌對法利賽人嘅批評其實不相伯仲。例如馬竇福音23章，耶穌亦都譴責法利賽人死守傳統同埋尋求人家嘅讚賞。耶穌喺呢一度對猶太人嘅譴責，其實亦都係為每一個基督徒嘅監戒，因為尋求別人嘅讚賞係自我肯定嘅方法之一。耶穌嘅言論卻係要摧毀咁樣嘅自我肯定，因為當人嘅自我肯定受動搖時，佢先至會依賴天主。